告诉你们，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好烦哦！好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哎，无力听湖怎么了？原来他为了宣传与导演黄千英做客今日新闻，接受阶梯游戏挑战，只是玩着玩着，怎么就……台语千万不要抽到。哦，我们可以 share， 就是分配。OK 吗？好。反正你们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个你是红色的吗？哦，所以我不跑。对，你要走。OK，sorry。OK，我是后。那我希望可以看到张浩你撒娇。我最不想要这个。用撒娇宣传，你是什么？转弯之后当开头，你这个很简单哎。还是你要当黑骑士啾啾导演？你快撒娇。我才不要撒娇嘞！你还好吧？你就当做你在哄你小孩就好了。好啦，就导演吧。30秒很长哎。你给我看一下。还是你15秒讲得完10秒。10秒可以。不会撒娇啊。可以的。对，我真的不会，我可能会更想吐。不会啦。尝试一下没有做过的事情。转弯之后，你会发现想象不到的自己。哦哟！当平不撒娇。好烦哦！我们要不要躲起来？这里我们摄影师就好。不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明基。然后非常，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来电影院看转弯之后，你们一定要来电影院和我来一场不一样的旅程，遇见全新的自己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好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辛苦。Now News 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转弯之后的导演黄千英。转头看见呢，弯路的尽头，之后还有风景，后来发现自己。大家快去看转弯之後來發現自己吧！做咩啊？你睇下。你幾時喺台灣㗎？台灣？那大雨過後仍有落實到3其實你淨係靠 Facebook 嗰幾張相就想揾人，很揾啊！我想跟着他環島打卡的路線走一次，來猜想他是怎麼樣的人。又係嗰嘢啊！佢成日跟蹤緊我啦！你帶那麼多行李，是要邊環島邊露營的嗎？唉，落咁大雨嚟到呢度，就係為咗一個唔睬你嘅人。我一直用 Facebook 聯絡王以芳，可是他一直沒有回我。還有多久啊？熱死了！要不是因為你，我們怎麼會迷路？難怪你前面會拋棄你。你說什麼？你再說一次。你為什麼來環島啊？我見過王以芳。我以為跟着你找到王以芳，我會好過一點。這就是所謂的台風嘛！告訴你們，什麼是真正的男子漢！你們真的很勇敢嘞！到底是什麼重要的事情？請問一下，
转弯之后，或许会发现一个不曾想象过的自己。